各位聽眾朋友，我係阿年妹，分享數堂客家觀點。今晡日一期，我要先表明一件事，我妹凊彩相信任何一方講嘅話，包括執政黨、在野黨，還有媒體，因為我發現一個問題，就是當人哋在討論預算卡關這件事情嘅時節，大家都在講古，各講各嘅，各有佢立場，各有佢利益。故所今晡日我想做一件無窮樣嘅事，我要用邏輯判斷，一步一步留一件事情拆解來看，看清楚佢到底嘅本質係乜嘅。首先表明我嘅立場，我堅決反對任何一方將國家預算當作政治談判嘅籌碼，也唔係因為我無條件支持執政黨，也唔係因為我盲目反對在野黨所有嘅主張，而係因為當預算本人拿來做武器嘅時節，受傷害嘅從來唔係政治人物，而係嗰條最冇能力替自家發聲嘅弱勢群眾。也就是我今晡日要論述嘅核心，到底係乜人哋用預算保護人，又係乜人哋用預算傷害人。第一個焦點，預算卡關，到底係乜人嘅責任？大家先莫按腳下結論。我先請問大家一個問題，當唔談到的野黨期切審查預算一件事嘅時節，唔第一個出國反應係乜嘅？假使我第一個反應係對野黨快透徹，冇就係執政黨穿搭，我要請先留一種情緒放落一邊，因為一件事情嘅背後比你想象嘅還要複雜同多。在台灣嘅憲政體制架構下，立法院當然有義務要在年代之前完成國家總預算嘅審查，也唔係一項做得自由先才會做，也係唔做嘅權利，也係憲法明文規定嘅長期經驗。不過你同時沒愛承認，長期委員會一個機制長期以來就係一個本政治人物濫用嘅運作工具。佢啲頭擺是本執政黨拿來封殺反對黨嘅提案，過後又本反對黨用來比較執政黨嘅法案。一個政治角力唔係從今日才開始，佢有當長嘅歷史經驗。故所當你哋批評在野黨用長期委員會封殺總預算嘅時節，你咪愛客觀承認，野項制度漏洞唔係今日才產生嘅，佢係一個長期本國政黨輪流操作嘅政治工具。核心問題唔單止係乜人使用嘅野項工具，核心問題係一個制度缺陷本身就唔應該存在。第二個焦點，對野黨主張嘅理由到底有冇道理？接下來我全面來分析在野黨嘅論點。對野黨當時期切審查預算所提出嘅理由有幾項，你逐項下來檢視。第一項理由係講，行政院期切附屬立法院審讀通過嘅法案，野項爭議有冇道理？從法理上來看，有一定嘅正當性。行政院假使長期切附屬立法院合法通過嘅法案，確實係啲侵害憲政分際。立法院係代表最高民意嘅機關，其通過嘅法案喺理論上代表多數民意。行政院假使搶選擇對自家有利嘅來附屬，其且對自家唔利嘅，也本身就造成了憲政危機。故所我不打算全盤否定在野黨野項主張嘅正當性，不過我要提出一個更核心嘅質問，用封殺總預算來回應一個問題，喺邏輯上講得通冇？答案係絕對行唔通嘅，因為行政院期切附屬老數千億元嘅民生預算本人凍結，這兩件事情嘅受害對象根本冇同樣。前者傷害嘅係憲政體制與立法院嘅尊嚴，後者實質傷害嘅係等候補助嘅弱勢老人家
电太次水医生的港中人，还有电到量生育补贴的后生父母，唔用一项正义，去难反另一群完全冇相关嘅受害者，一啲政治逻辑上叫做推翻难法，也系严重不公正嘅行为。听一项理由系讲，目的是要施压行政院回到谈判作风，一项思维本质上更加危险。假使拿民生预算来做谈判筹码，变做一种做得批接受嘅政治常态，给any国家未来当年的预算，都有可能变做政党恶斗嘅砝码，竟然用一种手段，盲人那系万人执政，对方同样未做得用一种手段，一条恶例一旦打开，国家预算体制嘅正当性就会初步瓦解。第三项理由，当多人都冇提到，不过我爱特别强调，有到在野党人士争议，执政党嘅预算变亦唔合理，有图利特定对象嘅嫌疑。好，一项理由，每个人认为最得的理性真实。假使真经存在图利嘅问题，佢就更应该进入实质审查，将有问题嘅预算项目删除，将大家认为唔合理嘅支出删减，一阵真正叫做发挥监督嘅功能。唔也提前审查，唔认为啲预算内容内为有问题，唔那不愿意经营议事堂，唔凭嘛嘅指控地位有黑幕有问题，连审查都冇审查就直接封杀，而且对唔系监督，也系对本身立委自己嘅带头同欺切。第三个焦点，执政党就全然清白，完全冇问题冇。我同样没有讲清楚，一下我同样会表示执政党所犯嘅错误，否则一项评论就会失去公正性。执政党啲也从正义度，同样未唔系完全模糊嘅一方。行政院期切附属立法院依法通过嘅法案，一件事情本身确实引发了严重的宪政争议。任何执政团区都有加偏好嘅政策投向，不过行政院假使做得宪策性来期切附属，给立法院通过法案嘅民主代表性就会太打折扣，也就会执政党当局听出很严肃正视嘅盲点。另外，执政党啲也从预算强曲嘅争议度，同样不断地经行政次通言，甚至利用一个议题来随行政次结论嘅操作。对于一点，每个人绝对唔会否认。当媒体太偏颇报道，但野党起身预算，当执政党主动抛出各种统计数据同社会大众讲国家损失几多钱的事件，一条信息固然可能系事实，不过既然同时咩系一种本人刻意体现、刻意呈现嘅片面事实，故所当大众看到一条数据嘅事件，唔听错去反思，一只数字系万人精算出来嘅，用乜嘅基准统计嘅，背后有冇可能存在不太不实、操弄数据嘅嫌疑？我并唔系讲嗰条数字全然系虚假嘅，一3000亿元嘅产出，确实有假数据依据。不过，我想要强调嘅系政治操作嘅工具，从来就唔单单系靠讲拍测，有时这佢经常利用选择性嘅真相来误导大众。第四个焦点，也从国家预算风炮对人客家族群到底有乜嘅切身关系？接下以来，我会完全站在客家主体性嘅角度来表示一件事情，因为也就系人节目最核心嘅核心视角。客家族群在台湾政治发展史上，长期以来就系一个处在夹碰中间嘅少数族群。因哋唔系人数千多嘅主流族群，但也唔系人数最少嘅轻弱势族群。因哋啲市場何項曾經本邊緣化、本源忽視，是比北方起自家嘅模擬，
甚至味道生存，而唔得唔去融合或是撇嘅族群嘅语言文化。1988年爆发嘅反俄母语运动，就系客家族群伫台湾当推政治史上头一摆实体发出怒吼，太上讲话嘅关键时刻，基于台嘅客家前批行上街头，根本唔系为到任何正当嘅势力，也唔系为到选票，而系单纯为到本自家嘅母语，争取一个受到法律保障嘅自主空间。佢哋用行通法本 NED， 弱势族群想要捍卫权益，就天作一老核心诉求下入自主，下入法律，并且落实在国家预算度上。因为唯有按样，族群嘅文化发展，才唔会因为每一次嘅震荡轮替，就面临团结消失嘅危机。故所各种预算一件事情，对客家义务来说，绝对唔系处上嘅政治后水，佢系一个非常具体有关文化生死存亡嘅关键问题。客家委员会嘅年度预算，当然都系为嘅一个手，输出群语言文化复振最主要嘅资源面貌，从行业认证考试、客家广播电视传播、客种载体文化保存，到行业教师嘅培训、青年行业推广计划，也都有共享政策，全部构图用来政府预算嘅实质支持。一旦一些预算不愿冻结，或者删减、实质、速度、重结嘅，绝对唔系政治人物嘅薪水业绩，而系基层用行业啲教师人嚟嘅先生，系啲偏向客庄、三万判普语发通嘅社区、阿妹，还有头一摆想要报考行业认证嘅后生态学生。我想请全台湾嘅听众朋友，共同来想象一个具体嘅画面，一个在桃园客庄从泰今年18岁嘅后生人，佢嘅阿婆平常同佢讲嘅客家话，佢喺屋下虽然听得熟，不过佢本地唔会写，也唔定用班来阅读，佢满怀热情，想要去报考行业认证，希望利用亚项语言能力来寻条路去客家电视台认证，冇就系去学校做行业教学嘅职工。不过就第一个时节，行业认证嘅考试，却因为啲法院嘅预算强曲，本人冻结，结果判唔上嘅。一个后生人具体文化权益嘅损失，根本没有办法用3000亿元一种槟榔嘅数字来衡量。不过也却系最血淋淋、最真实嘅文化损失，更深一层嘅结构性问题。对于少数族群嘅语言文化发展，啲主流政党政治嘅优先顺位上，永远批排啲最后摆。当国泰政党伫进行权力谈判嘅时节，佢哋核心关心嘅都系企业嘅预算项目，佢哋谈嘅系企行冲泰建设，谈嘅系国防军购，谈嘅系大众社会福利嘅重要。相比之下，抗疫推广、客家文化保存嘅項目顯得太過微小，小到啲政黨嘅談判作項根本沒有任何政治分量，故所佢往往就變做最容易啲體育事件，被政黨利益犧牲掉嘅支片，也就係弱勢族群喺台灣當前政治結構當中最無奈嘅政治處境。那麼掌握足夠嘅選票，唔得中央就沒有足夠嘅談判籌碼，而有關族群發展嘅文化預算，永遠就係最先被政治拿來凍結，卻最後將本人補進來嘅一塊邊緣資源。第五個焦點，先行通知案嘅提出，到底是根本嘅解放，也非係指出另一個憲政路通。事情都老明，第野黨提出嘅先行通知案，主張將部分緊急嘅民生預算先行表行。無論台中有人讚賞，也係務實嘅解決解套方式，但同樣也有人嚴厲批評。
也根本是在补救一家先前一所造成的社会冲击。我个人的客观研判是现行通治案本身绝对唔是一个符合宪政体制的制度性解放。从本质上来看，它仅仅是一个临时的政治补丁。打个比方，13年，假使先通属打咱的娘不卡的充门，过后增加好意同叠一块胶带的，绝对减没法度讲，13年听得唔动态的忙。社会公平只能叫讲，佢仅仅做了一个最大限度，逃避责任的后续补救。再者，也向现行通治案的核心内容，完全是由在野党单方面来主导决定。那条项目做得先并行，那条项目又唔准过关。也向太通则本身，本质上就系一种对国家预算主导权的实质穿脱同掌握。法律上真正的核心问题，第一，依照中华民国宪法的设计，预算案的主导权明确的行政院、立法院的宪政职责是监督、是修正、是删减，但绝对唔是去替托行政院来决定国家的钱要优先发在哪些地方。当这个野党试图用现行通治案的特别管道来主导国家总预算的统治次序的时节，佢在法律上已经严重，一个在宪法赋予立法院的角色界限，也向严肃的宪政争议。当前主流媒体非常少深入探讨，但佢却最值得让全体公民认真来沉思。好，作为以上详尽的结构分析过后，我也还要正式提出客家观点的几点核心主张。第一项主张，总预算的审查，法律上听出间建立明确的时间门槛。宪法本文虽然明文规定立法院有审查国家预算的义务，但却审路通，完全没规定。假使立法院刻意不履行审查义务时，都得按样板来检讨。一项冲太的制度路通，未来听说会透过修法牢记补起来。我强烈主张未来应当修法明确规定，假使总预算案在法庭的特定期限内，能顺利交付委员会审查，期满应当刺通司同复委。任何政党都不得利用常识委员会恶意阻挡，一项封闭机制，并没有剥夺立法院的实质审查权，还有制度性保障预算审查常识的基本宪政运作。第二项主张，常识委员会目前现行的封杀机制，听说要全面体制改革。常识委员会的民主设计的原始功能，应当仅仅是期限议案的优先次序，绝对不应该沦为特定政党随行政治恶斗的主击武器。特别是面对政府年度总预算涉及国安民生的紧急法案，也类具有宪法高度的重大议案，更绝对无脱离批常识委员会以任何政治利益考量无限期搁置。第三项主张，对于少数族群的语言文化发展预算，中央应当明听法庭保障下限，也就是我作为嘅台湾客家人，站在历史宏观角度上所提出最核心、最具体的政策诉求。而弱势族群绝对做唔得容忍，当然都要将稳稳的语言文化复振预算，并伫主流政党的政治谈判作项来当督主角，包含台湾客语、原住民族语以及新住民语言的发展经费，一条预算应该要在法律危机上，明天最大的法庭预算也图保障，绝对不能因为滥用任何政党的政治强求或者恶意删减，就面临经费断切、全面归零的宿命。第四项主张，全体现代公民听从爱实体建立理性的预算素养。
千万唔好盲目接受大众媒体写本的片面数据。汉拜党再次看到政客指控在野党卡关极度意义上，或者痛骂执政党共同浪费极度意义时间，唔听错嘅严肃反问。一个数据系乜人算出来嘅？用乜嘅政治基准来审核的？一项数字独项到底包括了哪些政策？又刻意排除了哪些项目？国家预算审查系一项高度复杂专业的公共事务，绝对做唔得均平单一，去脉络化嘅数字就下结论，更绝对唔得抢谈单一方面，充满政治算计嘅政治说辞。作为一个理性嘅成熟公民，你有义务要用独立嘅视频以判断力来透视一条数字背后嘅真相。第五项主张，本届立法院所有立委嘅表现以记录，历史清楚嘅深刻记下来。无论系数额行政资源嘅执政党，也或系掌控国会多数嘅在野党，第一场预算风炮独项嘅每一项投票动态同政治表态，都应当由全体公民以民间团体详细记录，对未来下一次改选嘅时节拿出来做严格检验同评分嘅历史铁证。民主政治嘅问题机制固然未参考选举，但改选投票却系人民反对权益，最后也最具杀伤力嘅最终制衡武器。到底是乜人私心作祟，用预算跨年卡关？又是那些政客应当为少数族群嘅文化历史损失负起政治责任？现代公民听出爱牢牢记得新冠度，对节目嘅名声，来想借用一句因客家祖先流传下来嘅古语言，来知道表在今日嘅严肃嘅宪政命题上，非常之合，管合适。唔驚做先行，最驚無人出來擔責任。你唔驚國家體制有缺陷，唔驚當前政治僵局極度複雜，人民最痛恨唔強氣嘅，就係啲韭菜也沒有任何一個政黨願意站出來台上承擔講，一件事情就係我嘅政治經驗，由我嚟一件承擔。對今日也一直被塵土轉體度。來盡全力做到超級黨派，不偏袒任何政治勢力，堅持用理性嘅憲法邏輯，期待激發嘅意識形態同民粹情緒。但客家觀點嘅主體立場係萬分清晰且堅定嘅國家總預算，本質上全部係全體人民揮汗賺來嘅血汗錢，佢絕對唔應該能為政黨惡鬥本家民生嘅政治武器。民主政治嘅核心價值從來就唔係比拼乜人嘅權頭態，乜人嘅聲音態。民主係要讓強上勢力最沒有聲音嘅少數弱勢，同樣擁有啲制度保障下平安講話嘅尊嚴同機會。希望大家今日嘅收聽客家觀點，我係主持人阿年妹，你下一集空中再相見。